哦，它不过是追生所写的。我们佛性的功力啊，有几亿万年，它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啊，你若互人放佛啊，第一个先集中精神，你若行分散，佛啊才有作用啊。哦，你的神分散了，那个佛啊会作弄。你集中精神了，集中精神就是道，集中精神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所以这时候啊，它可以拼除所有，不管你再怎么强的佛啊，拢给拼除掉。哦，这个拢无够看，咱咧过来10000年，伊迄只吼几十年尔，吼，迄佛啊拢无效。所以第一点，你家己爱心定。第二点，行唔通耍神，我们的精神不要分散。你分散哦，佛啊才有作用。你不要分散哦，迄佛啊都拍袂入来。哦，各位先生，因为我们人哦，有时候真的很恶劣啊。人哪咧真哦有名真风光，啊得吼嫉妒啦，啊嫉妒甲安那咧放佛啊。所以哦，先生，我们老千很多人弄个放佛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老千有没有影响？老千不受影响，为什么？因为笃定，因为专一。所以吼，你搁安那放，搁安那强拢无效。哦，各位一定要了解到。哦，你看为什么要放佛啊？嫉妒嘛。哦，你遐有名，搁遐尔风光，哦，啊就嫉妒，啊就不敢嗨。我们要了解到，哦，当我们假如说有一些，哦，已经不很精彩的一些事啊，我们感受，那个是已经佛性在告诉我们，有人要害你，哦，你知道啊。哦，有一寡黑暗，哦，有一寡呢，哦，奇奇怪怪，哦，那个时候啊，要知这个有人要害你了，哦，那有人要害你，你第一个心先定下来，哦，第二个绝对不要胡思乱想，一定心念要专一，你心念专一了，哦，就是道的本体。道的本体啊是最强的，有几亿万年啊，那个功力啊，谁有办法去害？谁有办法去伤害到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，只有你自己啊才可以救。那个帮扶啊，你要叫什么？还愈来愈复杂，啊，愈来愈济哦，愈来愈黑暗啊。所以一定要自己救，先笃定。从自己的佛性本身来救，就有办法。所以一定要拟定作战计划。不能够神分散，不能够分心，不能够胡思乱想，这个也促成你修道。所以啊，危机啊就是转机。有人甲你放牛啊，都是行转力。要让你认真修道，那绝对你会成就了。你袂使去惊迄个佛啊的功力，它只不过几十年啦。我们佛性有千千万亿年，绝对可以胜他的。